一当，给光为着时光。有几百今年一张空，只有讲过来受伤。也山下无免断叹，各人因缘拢无相共。天道普传为大家带希望，大理也无一人过望。咱是福气的人，会当受到真无简单。爱从坚定才袂无半项，最心望是切唔通。咱是福气的人，烦恼放下拍开心窗，天公立德将来显心汤，我们各满在天上。心在世想起来无几当，计较浪费着时间。永远有几百今年一张空，只有讲过来受伤。也山车无免怨叹，各人因缘拢无相共。天道普传为大家带希望。我你无情因过望，咱是福气的人，会当受到真无简单。爱从天顶行袂无半项，有心望是切唔通。咱是福气的人。烦恼放下拍开心窗，健康立德将来显清芳，公安各满在天上。咱是福气的人，会当受到真无简单，爱从坚定才袂无半项。最心望是切唔通，咱是福气的人，烦恼放下拍开心窗，健康立德将来显清芳，公安各满在天上，公安各满在天上，公安各满在天上。这条歌真好听所以呢，因为呢，这老师伊所做的歌，其实囝儿拢足深，伊的字拢足浅白，但是伊囝儿足深的。因为互较大所较浅，无法度像咱老师的这个囝儿会当来表达较足好势。所以讲，这个讲解的过程，是老过程的所在呢，盼望咱师父爱先佛慈悲社会，咱太平老师甲学校指教，各位真系甲学校包容，这是学校的盼望以上呢，祝各位真系身体健康，欢喜长远，谢谢。
谢讲师慈悲，请到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再次热烈掌声感谢大家。那前同学这边2点报告哈，那个之前慈悲有准备点心，还有怎样收下来的供果，让大家一人带一份回去吃平安哦哈。那我们今天的班就到这边结束，祝福各位贤贤身体健康，法喜充满。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闭班。新义玄元山义和顺堂合成单位109年度启会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莲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感谢莲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。今晚这位来上神会。今晚这位来祈祷，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驾前人1鞠躬，持驾副前人1鞠躬，送驾两师1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驾前人1鞠躬，持驾副前人1鞠躬。送驾两师1鞠躬。